你养父年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了两位先生啊，吼，冲过嘛，冲去东后堂嘞，吼。系啊，今届节目动精彩哦，唐得得罪股，客家嘅 rap 聽到咧唐傳統嘅歌曲咯。哦，一定愛嘅。係，所以聽到呢繞牆都係黎英前先生帶來嘅後堂嘅歌曲《開檔歌》。兩條人啊，阿妹搖花來戲，戲哟當年講啊，何戲搭船平遙來描啊描，剛剛似哟，無大官啊。先做條龍來戲，戲哟學花面啊，花面學太來描啊描，剛剛似哟，愛讓面啊。樹關條龍來戲，戲哟溜條轉啊，溜條唔轉來描啊描，剛剛似哟。